氹仔舊城區係一個蘊藏無盡細微故事、一個居民安居樂業嘅地方。喺呢個小小城區入面，有一所歷史悠久、蘊含着豐富本土文化嘅北帝廟，作為氹仔舊城區嘅地標，見證住城區嘅發展及歷史變遷。你可能會覺得疑惑，點解氹仔舊城區出名北帝廟呢？由於昔日氹仔居民們靠海上捕魚同爆竹製造業為生，居民們需要一位既管治水，亦可以防禦火災嘅神明庇護，因此經常祭祀北帝，並建立起北帝廟。由於昔日氹仔識字嘅居民唔多，並冇任何書寫記錄廟宇嘅歷史，廟宇真正嘅建造年份亦無從稽考，只可以從廟內嘅石碑追溯到清朝光緒年間，由政府斥資重修廟宇嘅記錄，表明早在160年前，廟宇已經存在。廟宇內最有本土特色嘅地方就係龍骨啦，因為古代漁民認為鯨魚係有靈性嘅生物，係龍王嘅使者，會將捕獲到嘅鯨魚殘骸供奉為龍骨，據說摸摸龍骨就會得到庇佑。廟內亦保存咗許多由人手紡織、用金絲棉線一針針繡成嘅裝飾物，係昔日氹仔居民世代相傳嘅傳統，以手工藝代替文字，向神明表達滿滿嘅感激之情。無論從文化傳承，抑或鑑賞角度去欣賞，都相當具有價值。與鄰近嘅客商街、買賣街、家務墟作為昔日氹仔嘅商業貿易中心，北帝廟亦展現出廣大嘅包容性。廟內存放咗一塊嚟自31個唔同地方嘅商人，遠至鄉邑，近至香港，合資贈送嘅牌匾，名為德配天地，說明昔日除咗氹仔岸上居民，鄰近地區嘅漁民或者商人亦會到此參拜，亦見證咗嚟自不同群族身份嘅水上人終結漂泊融入氹仔岸上社區嘅歷史。